想到，阮那个时代手机啊都还袂发明啦，阮老是靠婚车咧送批啦。讲到批吼，你要写批就要有一个笔名啦，像我的笔名就叫做小龙女，伊叫做优果，因为伊的脚是大条啦。不机会。 这个应该是不低俗才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风动武林行动万教，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，不诋毁，火鸡鸡，好声鼓励者。火鸡鸡，我先再小解一下啦，哈。我吼，大家看我嘛知，看得出来吧？看得出来吧？我就是一个少年人啊，养妹啊，啊，不过呢。 小走者，那会就穿下咧哈。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承认好不？我是全国练喙花界内底上老的演员啦。哦。不过拜托的吼，你莫阁问啊，吼，你莫阁问啊。无人问的，无人问嘿，家己讲，莫问啥，莫问啥。嘉庆君游台湾的时阵。 我刚有拄到嘉庆君，无地性，嘉庆君唔捌来过台湾啦。哦，我是伫咧长山拄到伊的啦。恁今仔看到我，就是恁一生上大的福报啦。安怎讲？安怎讲？你甲收起来，我会讲你赚着冒死啊！我会讲。 因为你看一场是减一场。哎呦，太公顺哥赶快。真恐怖，那是碰过的，不是我。我今仔日真欢喜，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节目，我感觉我真欢喜。不过我有一个进高雄的目标，我的目标就是来找翁的啦。中的迄个吼，面仔咧四角四角吼，可能会卡着。 这无好，你手卖有袂比哦？那么你有什么物件夹着我唔知哦？果人做孽，果人担。你会煞着我，我会讲你。我煞着你。今仔日来到这吼，希望大家吼介意我来练喙花，吼，你若看到我，你就有福报。你若看到我，你就笑嗨嗨，你讲好唔好啊？我是不诋毁，灰鸡鸡，阿伯啦，首先呢，甲这位呢掠公女王吼，甲恭喜，伊的平常时啊呢，伊的生活压力反射真重，系啊，所以今日咱有这个舞台回来这呢吼，练一下喙花，欢喜，看到这样一个朋友掠公，全身躯的细胞吼，规个呢发展出来吼，我先甲恭喜啦，咱有这个舞台，会当互一人欢喜，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，回来啊，拢莫甲走。拄则两个拢讲阿嬷的代志，即马是安那？阿嬷一定要讲出来，是不是？阿嬷来啊！阿嬷！但是毋是恁遮戆人所想的安尼好无哈？前2冬哦，病毒毋是真流行嘛，对无？听讲哦，得到 COVID-19 的人哦，会留一个病妹，恁知无？规工哦，头壳内底敢大蒙雾的，马西，戆神啦！我才发觉，原来我30点前都得过 COVID-19 啦！虽然哦，我是上老的演员啦，不过我上认真啦。我伫咧厝的吼，拼命写，你知？我写1000个老人的笑话哦。恁看啦，满有无？满，空啊！这是一个失智老人的笑话啊。好笑！我讲，你看我嘛知嘛，恁看我是不是足水的？
哦对嘛吼，讲是就对啊啦吼。啊，我遮水哦，其实我足烦恼的，你知无？我行路的吼，常常有迄种吼查甫伫咧边吼，要甲我高甜呢。你讲我行两三四啊，我行头前就一个查某伫咧后壁。阿桑，阿桑叫啥啊？你有看到遮水阿桑哦？唔是阿桑，叫人花一寡偌济钱啊，有3千啊，哪会遮贵？啊，我就是叫人啊。有人啊！我跟你讲，做演员是真歹讨赚，恁知无吼？所以吼，我就一定要找一个外劳来贴，啊，我就开一间茶店啊啦。唔是啊，我唔是阿公店啦，人我是做顺的啦，我是卖阮兜的组团苦茶，清凉搁退火，你知无？正好是到小报哦，你一通电话卡来吼，我马上甲你送过去。人客开门一看到我，惊着，阿袂啉就降火啊咧。你看我厉害，真厉害啦！我跟你讲，我讲到茶哦，恁知影什么茶上贵无？老张的茶上贵，咱台湾吼，什么物件加老张2字吼，就贵3倍啦。老张水啊，老张油啊，贵3倍。为什么？因为老张这个物件，伫咧日月精华才上久的紧，所以老张就贵。各位少年兄，你有想要咧写三这老张的人无？你有看我理论无？谢谢大家，我不理会。哦，替你紧张一个哦。只要你有看到头前的人无？伊讲到遮紧，时间点咪都无够，即摆剩2秒，剩2秒，你差这点仔就要代志真正无你想的遐尔简单啦。你无遐紧张啊！有医生无？我即摆足想要生囝，足疼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。我上班30天诶，我做甲主管是无简单诶。现场有要成功的人无？要成功的人，今仔规场拢听我的啦。恁即摆少年人拢困啊足晚的对无？听我一句话啦，我会讲，一个要成功的人吼，逐工起床吼，毋是互脑筋啊叫起来啦，是互你的梦想叫起来啦。亲像我，逐工3点我就起床啊呢，我就是互我的膀胱叫起来啦。我会讲吼，恁看吼。我是一个大主管呢，我想要来遐成功，有生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吧？就是我的美貌啊！毋过吼，我少年时嘛是足辛苦的呢。我做新人的时阵吼，我若业绩歹吼，阮总经理就会甲我操干6条，转伊转倒，搁摕皮泡扇我的嘴皮。有一摆，伊用脚甲我趁呢，哇！这个物料我拢吞落来啊！我继续拍拼，再拍拼，到全公司的人拢对我真尊重啦。因为我试过去共讲，总经理甲我有一腿。我今仔日来吼，是要吼大爱的心来教大家一寡撇步啦，吼。既然迄种撇步，阮袂听咧啦，吼，听我这撇步啦，吼。我甲你讲，互恁伫咧公司顺风顺水啊，吼，做甲大主管，你讲好啊，毋好啊？我来讲，恁放心啦，我今仔日吼嘛袂全讲啦，我会留一丝啦，后摆再讲啦。这就是头一个撇步啊！凡事拢要留一手啦。到后摆的时候，你一来听，完全拢同款啦。这就是第2个撇步啦，唔通凊彩相信别人啊！我哪会退休啦？就是有一摆吼，我想要请迄个艺术家啦，就是人大姨妈来啦。结果吼，我一个同事讲，无可能吧？恁大姨妈毋是40天啊？我真生气，我就往骹甲踢。结果阮总经理看到，伊足生气，伊讲啥物？你甲别人嘛有一腿哦！伊我甲我踢出去啊！多谢大家升官发财，找我就对啊哈！我是不诋毁，多谢，谢谢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。恁即马哦，这少年人哦，拢唔知礼貌呢，常常为着一个博爱做吼，就搁闹人冤家啦。吼，我今仔坐捷运的时阵吼，就拄着这个人啦，伊正过分，伊竟然想要留位互我。拜托让我这妖娇，你看我甲
行吗？啊，伊就讲，阿嬷你坐啦，我老母过抱土豆呢。你卡困到我才冷气。我过16区呢。有人要看我16区无？吹嘞！要看的人跟我来啦！我真正吼一天一变数16区啦！我配啊！讲到结婚吼，我伫咧结婚顶头吼，我是定坐啦，不过我嘛定揽物件啦。我落去Google看要安怎甲物件找转来，结果我才发觉真侪人拢会落物件呢，有人落树包，有人落雨伞，竟然有人落去阿嬷的黄金阿嬷。阿嬷的黄金阿嬷会落无去，这毋是伊失咯，这是伊去。阿嬷就这咯，阿嬷，这个位吼，靠窗仔边啦，风景真好哦，这蓝线啦，一路向西，祝你往上西方吉落世界。仙人掌头，你家己会记落车哦。阿弥陀佛，伫仙人顶等你啦，阿嬷再会。哇，当你想要甲阿嬷找回来时，你走去种局，伊就甲你讲。阮敢若负责招领，无负责招魂啦。大家哦，若想要有位坐哦，我甲恁教啦，你就甲恁阿嬷红镜仔变出来。少年呢，阮阿嬷要坐，你敢有比阮阿嬷较老？你敢有比阮阿嬷较袂顶袂当？我甲你保证哦，全车手的人走到飞的啦，规车手拢去的啦。你若是要车恁走16区。拢会使哦，多谢大家，我是不敌会，多谢。你这样是真的还假的啦？假啦，老阮阿嬷伫内底。阿嬷都请出来哦，啊，今仔日无过应该真歹讲啊。不诋毁。哇！来，今仔请安尼，哇！这少人家天尊互你行一个大步，音乐处理，音乐，16区紧，16区。变错16区啦，区变数。对啦。哦，啊，今仔那穿安尼遮少年啦。系啊，青春啊。青春哦，应该，跟你的表演有关系对。有啊，我的乱情啊。乱情。哦，足乱的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。今仔日是上午要一届，安尼我就来讲一个大家上有兴趣的，就是我的感情啦。有兴趣。进前哦。无兴趣。进前迄明星哦，大 S 靠着一支20年拢无换过手机号码，佮甲伊的爱人哦，以前的爱人哦，佮重逢，佮结婚啦，迄实在伤浪漫的苦啊啦！害我想到我的初恋，我紧去现伊的号码，哪会拢找无？啊！我才想到，阮迄个时代手机都还袂发明啦！阮拢是靠婚车咧送批啦！讲到批吼，你要写批就要有一个笔名啦，像我的笔名就叫做小龙女，伊叫做优果，因为伊的脚是大条啦。不过吼，伊的大条再去爱着别人的鸟兽啦，阮就切啊啦，嘿，我一直拢无结婚啦。我有一个阿姨吼，规工看到我就细念啦，就讲你哪唔结婚？我就讲阿姨，爱情这条路就歹行，我爱着伊丈啊啦，就是你人啦。阿姨，你讲我先转我，阿姨喙就塌的啊。我即马吼拢熟悉一寡少年的啦。这少年哦，定定就讲吼。阿姨，人无想要拍拼，毋过吼，这个少年伊胸坎有6点呢。哎呦，你无想要拍拼，嘛袂要紧啦。我接受你这个观念，我活头就去老人之家做志工啦。恁知影无？遐有偌济有钱的阿公无？若是讲吼。家有
一老如同有一宝吼，老人之家根本就是自保盆啦。哎，恁要相信无？我摕钱的速度一定比恁较紧啦。吼，恁无想要拍拼，阿姨嘛无想要拍拼啦。哎，我今仔日吼无翁啦，我是来找翁的啦。吼，有介意的写批过来，放照过来，上好是一